想做大客戶生意就一定要明白一個道理，想吸引大客一定係要領悟咗一個原則，人貴則語遲。你睇下好多打造個人品牌嘅企業家，佢哋嘅短視頻都經常會犯一個錯誤，係乜嘢呢？就係太急於表達，剪接嘅時候會將所有停頓嘅剪低落嚟，甚至語調嘅速度非常之快，好似好驚啲觀眾喺5秒之內睇唔完咧就會走咁樣。但係其實呢種做法咧恰得其反，當觀眾對於你哋嘅印象佢係留低咗啲乜嘢呢？就係佢會覺得好雜亂啦，而且打造個人 IP 嘅企業家好刻意去表現自己啦，過度包裝啦，又或者唔夠真實，咁樣呢，相對嚟講呢，就會令到啲觀眾會更加睇得唔舒服嘅。當優秀嘅企業家嚟揾我嘅時候呢，佢會話俾我聽，究竟我點樣可以打造咗個人嘅 IP 呢？我就強調一樣嘢，就係高級嘅嘢呢，永遠係簡單直接咁呈現喺個客戶面前，甚至乎普羅大眾面前。我會建議佢哋首先去除咗多餘嘅剪接啦、多餘嘅音效啦，甚至乎將個焦點其實係擺喺佢自己身上，將佢嘅人物立體化，令到觀眾更加了解佢哋。當觀眾更加了解佢哋嘅時候，佢嘅影響力同埋佢嘅魅力更加可以呈現到出嚟，而且亦都可以呈現到佢嘅專業嘅實力出嚟。好多企業家都認為打造個人嘅 IP 或者品牌，其實嘅核心係乜嘢呢？其實嘅核心只係在於自信。點樣可以呈現到自信呢？就係喺你說話嘅時候可以從容不迫，甚至乎拍短視頻嘅時候敢於喺適當嘅位置停頓，好清楚去表現到自己對項目嘅熟悉同埋自己自信嘅一步。對於呢一個渴望打造個人 IP 嘅人，其實嚟到我呢度嘅時候，我就首先會教佢一個減法。減法係乜嘢呢？將啲內容精簡，而且好慢慢地將佢自己想表達嘅信息可以慢慢呈現喺觀眾入邊。記住，如果你用一個好簡單而且好清楚嘅方法，反而令到觀眾更加顯得對你哋嘅品牌更加認知度更加高，方能顯貴。